设计福菜煎饼的时候，就有顺便设计到这一块，不然你一块一块压很麻烦。你不要看那一小片的饼干，它的工真的是很多很多。拿客家福菜作为煎饼的材料，刘富祥所说的工没有同业参考书，得靠自己摸索。那看起来像东安辣沙呢，啊，你这边看起来就不会，就是差在这里那个卖相，很多人都是用研磨机的，起来那就是粉状的，它粉状起来就感觉就没有这样像颗粒不好看。用果汁机打碎再过筛的福菜，细细看，保留了纤维精华。刘富祥试了将近1年，才研究出高盐腌制的福菜烘焙时保留香气的方法，还一举两得，省了电费。我们下班了，温度至少还有100多度嘛，刚好它是连续烤3天的话，那个它的味道就是会比较香。客家人比较勤俭啊，用余温啊，你用余温的话就是省电啊。至于不该省的材料费，就要舍得。刘富祥在煎饼基底的面团里加了大量的坚果，让煎饼的口感更酥脆。上头点缀的除了福菜之外，还有更多客家口味。抹茶口味的、福菜口味的，还有东方美人茶口味，还有金桔口味的，想要吃看哪嘛？想要吃看看吗？来，送吃空啊！我想吃看看。抹茶的韵味，福菜的浓郁，入口有暗香的金桔，还有加了蜂蜜烘托的东方美人茶。改良版的客家煎饼评价好，还入选伴手礼。这完全都没有香料。20多年烘焙经验，刘富祥持续在厨房里动脑筋，创造在地特色，不光为商机。现在还在研究那个红枣，看要做什么。想说做一点苗栗县的一些它的农特产品来做一些特色的饼。上课喽！上 OS 空那么，爱上是空啊。上 OS 空那么，爱上是空啊。谢谢宗仪老师。